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斗門單車遊。上一集踩單車去橫琴食一間原始環境嘅農場，今集就嚟個360度大反轉啦！踩單車去斗門食一間庭院式嘅高級飯店食飯啦！咁而家就去青茂同各位集合先。集齊人就正式出發。今日參與嘅人數唔錯啊，總共有6個人，當中仲有一位新朋友，第一次出嚟。今日我哋揀咗一間中式園林餐廳食飯，餐廳主打湘菜同新式粵菜，庭園式嶺南園林風格，成個環境係非常之靚。其實呢間餐廳我好早已經計劃上去，因為佢有一個招牌菜魚湯泡飯，好想去試下。但係呢個招牌菜係一份3人份量嘅組合，因為我哋係踩單車過去，如果食唔晒嘅食物打包拎返屋企咧，其實係好唔方便。好開心，今日人數非常充足。咁就可以有機會試下呢間餐廳。招牌菜魚湯泡飯其實係一道3個餸嘅組合啊，一條2至3斤嘅魚，再配一煲黃金飯焦，最後仲有一煲魚丸湯。餐廳嘅位置喺斗門白藤湖嗰邊，咁正常青茂導航踩過去就係30至35公里，正常導航嘅路線就會教你由珠海大道輔路踩過去珠海大橋，再進入斗門。不過珠海大道輔路呢條路呢，咁我上次踩單車去大涌口食海鮮嗰陣呢，就發現咗有高架橋呢啲工程啊，整個路面車嘅流量係多咗好多。咁對於我哋呢啲踩單車嚟講，唔多唔少都有影響，所以今日推薦一條新嘅路線俾大家。今次推薦呢條路線就係經十字門，再入去紅灣村，之後去珠海大橋橋口啊。咁呢條路線呢，就比導航路線係會多幾公里㗎，但係個優點呢係非常好嘅，就係車流量係非常之少啊。路況亦都係非常之靚，踩單車係非常之舒服啊！而家踩咗20公里，嚟到珠海大橋。而家嚟到荔灣門大橋。前面就係金灣立交啦，過咗金灣立交，轉右入去湖心路，再踩多5公里就到達目的地。餐廳喺湖心路鱷魚島對面。呢度有好多盤招牌菜，今日我哋人多，嚟呢度食飯係最啱㗎喇。餐廳嘅落單區域，我自己都好鍾意，唔係用手機掃碼喺圖片落單，係需要出去食物展示區落單。成個展示區域都整得好好，望住呢啲咁精緻嘅食物模型，
同埋新鮮蔬菜，未食已經流口水啦。等緊食物嘅同時，咁而家就參觀一下呢個地方先。環境非常之靚啊，中式園林風格嘅設計。可以坐喺船上面食飯，非常有趣。跟住落嚟呢個位置就係成間餐廳最靚嘅地方啦，影相打卡效果係非常之靚。今日總共睇咗83公里。餐廳雖然以湘菜、湖南菜為主，咁我哋有幾個都係唔食得辣㗎，咁我哋就揀咗小辣呢個辣度，食落去呢，大家都係可以接受㗎。呢間餐廳我自己係俾好高分嘅，綜合各種因素，外觀、味道同埋價錢，餐廳係庭院式園林嘅設計，喺呢種環境用餐，氣氛係拉滿嘅。今次我哋6個人，總共食咗11個餸啊，消費785蚊，人均130蚊。咁其實價錢就唔使咁貴噶，人均其實都只係80至100左右。由於佢嗰個食物嘅點菜區域整得太靚啦，大家都不知不覺點多咗，不過唔緊要啊，最緊要食物味道好，大家都食得好開心。由於叫咗太多食物啦，詳細嘅食評可以睇返描述欄，自己參考。咁我喺呢度淨係介紹招牌菜魚湯泡飯。魚湯泡飯係一道3個餸嘅組合啊，咁我哋就叫咗一條3.5斤嘅大頭魚，48蚊一斤，合共168蚊。第一個組合就係大頭魚魚湯，呢個魚湯係酸辣口味㗎，飲落去係非常之爽。不過大頭魚就比較多骨啦，中意啖啖肉嘅朋友就未必接受到啦。第二個組合係沙鍋飯焦，每一塊飯焦都係脆卜卜㗎。最後一個組合就係魚丸湯，呢個湯就唔辣㗎，味道非常之鮮甜啊。最後呢間餐廳都係值得推薦俾大家嘅。今日踩單車去斗門食飯就到呢度結束啦，下次踩單車再見。